这样的台语上好，其实拢放啥上好。伊的台语是算是较生活，放啥让我觉得非常惊艳。有哦，我有红而乐哦。我等球互伊的时阵，足侪来宾我等球互伊球拢安尼落落就响一个，啊侪拢无人要插。结果我等球互伊，随接就佫传过来，我说哦，伊即个可能有企图心哦，所以我甲大牌提醒者，毋好定请假啊无危险哦，看弟妹吼是我惊一跳，因为伊是参加我另外一个公司台语台的即个脱口秀台语，伊内底参赛者。东西来给啊，伊尾也无过关，结果竟然来阮节目，系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孝子，每礼拜四到拜五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，请准时收看。嗨嗨，的咱先生，暗时时间袂拄好吼，你嘛会使看阮的台语台哦 ，YouTube 嘛会使收看哦。